珊珊，你知道嗎？作为一匹马，真的挺幸福的。你就不像我们人一樣有那麼多煩惱，尤其是不會為愛情而煩惱。你要是愛過，你就應該能體會到我的心情。愛情來的時候吧，你會不知所措；愛情消失的時候吧，你又會難過。甭管它是真的、假的、好的、壞的，它都會影響你的心情。珊珊，你看，每天有人伺候你吃，伺候你睡，身邊都是對你好的人，我都挺羨慕你的。吃啊！你怎麼了，珊珊？怎麼不吃東西啊？先生您好，您是想要宠物寄養還是給狗美容呢？寄養。我想先看一眼這裡邊的環境。OK， 沒問題，請。好。我先給你拿一張我們名片吧。哎，好。哎，謝謝。這邊請。你們家是什麼狗啊？我們家這個大狗。啊。乖。哦，肠胃没有什麼問題，我剛才看了，你餵它吃的蘋果和胡蘿蔔也沒有問題。你最近天天都來找它嗎？啊？嗯。那你每天都跟它說些什麼？我就跟他說說我的心裡話呀。你是不是每天都找他傾訴？嗯，行了，我明白他的病因了。他的病因現在不是生理上的，而是心理上的。他怎麼了？抑鬱。珊珊，你抑鬱了？王老師說走就走了，要是我們所有人的願望都能夠實現，該多好啊！難道你也不會想我嗎？什麼意思吧你？